子光上師你好，我非常感恩，我今生能夠成為子光上師嘅弟子，同埋咧好感恩佛菩薩俾機會我可以追隨子光上師，可以聆聽子光上師嘅法。第一次咧，我見到師傅咧就覺得，因為冬天嘅時候咧，我點解佢有衫唔着要披件布啊咁，但係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似見到屋企人咁嘅感覺，係，但係咧又好似唔見得好耐嘅人咯，即係屋企人咯。咁師傅咧會俾好多機會我，等我咧睇到我自己嘅缺點。譬如咧？譬如話有件事嘛？有陣時我紅塵嘅雜念比較重啦，即係講嘢咧就比較隨便啦。即係我有時冇話譬如話作為出家人咧，即係講嘢咧就冇好似出家人嗰個形象係威儀咁樣去同一般嘅人講嘢啦。咁咧好多時師傅會提醒我，因為我自己有時唔知道自己嘅缺點噶嘛。咁佢會用另一個方式嚟令到我自己睇到我自己嘅各方各面嘅缺點，等我自己去改。我覺得在聖山佛國勞動呢，可以開發智慧，又使人心很開心。我非常感謝五方佛、十方菩薩，感謝止觀上師給機會給我在聖山佛國勞動，積累福報消業的機會。阿彌陀佛。